时间已经到，请咱三甲闭目心，准备咱今日的敬拜。领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佑伊的所做，从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24首，我心学乐只怪上帝，请三甲徛起来吟。Yahweh,
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我的心行向阮，赦免阮的过负，亲阮嘛赦免过阮的我爱的主，我到底盼，愿你拢是所改无尽。大家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用簿。我信上帝，真正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耶稣玛利亚出世，本着道人来受苦，变是信爱所为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感谢全能的爸上帝大名，要对遐倒来审判我人。我是信神，我是信，共同教会，信徒相通，最赦免，替我永远的名。听者，大家来起应。请掀开诗篇后面起应文第6篇。起应文第6篇，也是诗篇第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信徒实在真尊贵。一对白心灵的人一定家庭痛苦，我唔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是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伊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的指示我平心，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大家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至尊至神，我恩主上帝。主啊，阮感谢你，伫主日的早起，你带领阮正兄弟姊妹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这是你极大的恩典。阮为着安尼感谢无落你。主啊，你将你所做创造伫咧地上的一切，交互阮人类来管理，总是因为犯罪，因为阮的贪心，阮无法度甲即个地球管理好好势。最近这段时间，极端的天气，伤热、伤寒，也是做大水，也是欠水，种种的原因，阮威胁着阮的徛起的所在，制造足侪问题。主啊，阮也知即是伫国际有气候变迁的会议伫举行，就着即个会议，让阮人类真正会当有效的方法、有效的结果、有效的结论来通挽救阮所徛起的所在。
伫台湾社会最近也出现诚侪欺骗、诈欺的集团，非常的残忍凶恶。主要求你帮赞，互阮的政府、阮警察通有有效的方法来打击遮个犯罪。主要伫疫情的中间，阮除了实体礼拜以外，嘛常时有网络的礼拜。不管伫个实体礼拜也网络的礼拜，求你的灵较稳定的，以诚心扶持，帮助阮的敬拜，会当诚做芳芳的祭，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感动。也照着安尼，互阮众兄弟姊妹得到你的帮助，通继续跑走天路，荣耀你的名，过日正人。主啊，阮也特别为着今日因为病痛，厝外当兵种种的原因，无通到阮三甲伫遮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的灵也甲因得的安慰因。保护因出入平安。主啊，阮将以下阮的敬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感动，也照着阮的诗歌的学导，阮强读你的话，无使对你的话的偷放，假是通互阮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请圣歌队来学导，今日学导的歌词的名是一项在我
感谢圣歌队下面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圣经旧约以斯帖记第9章第20节到28节。台语的汉字本是伫个旧约的539面。以斯帖记第9章第20节，末底改记载遐个事，搁写批，互亚哈随鲁王达省郡所有的犹太人，定着因逐年着守阿达月14、15两日，这两日是犹太人脱离对敌得到平安的日。迄月是忧闷变做欢喜。悲伤变做好的日，也着守这两日做设宴社欢喜，大家用礼物相送，敬祭送向人的日。对安尼，犹太人照末底改所写互因的批，承认要照因起头行的来守伊，因为犹太人的对敌阿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设计谋。攻击犹太人，要灭因，跋扈子就是抽签，为着要败坏因、消灭因。总是这个代志到王的面前，王就讲如此，互哈曼计谋害犹太人的歹计谋，归记伊家己的头壳，搁吊伊甲伊遐个囝伫柴架顶。对安尼，因照普日的名，就叫迄个日叫普日日。因为这张批拢总的话，以及因伫这个事所亲目看见、亲身拄着的事，犹太人就决意承认因甲因的后裔，以及伊若归我因的人，年年要照所记载、所定着的期。守这两日，互因无悔无，搁要纪念来守遐个日，伫逐代、逐家、逐省、逐城，互普日的日，伫犹太人的中间无悔无，伫因的后裔纪念无煞。下面进度，请张牧师，今日的题目是基督徒生命中的普日节。咱搁再一摆三个来感谢，特别阮感谢你赏赐遐尼好的清早起，有好的天气，好的日头，伫遮互阮的心感觉温暖。阮来到圣殿，阮要敬拜你，阮要来仰望你的荣耀。主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角点来开启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到伫你话语当中的快乐。主，阮感谢你，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为阿这大家平安。咱对2020年开始。咱全世界拢遭受一个真世纪上大的 COVID-19 一个大流行。咱世界各国拢足凄惨的哦。所以伫台湾，因为之前咱有这个SARS 的这个经验，所以咱对这个传染病非常的敏感。所以咱听到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阵，咱政府就开始超前部署。所以咱对咱这个要入来咱台湾这个入关的时阵，咱足严格来这个来管制。所以，这个 COVID-19 的这个预防针还未出来之前呢，咱台湾真的是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所以，伫全世界，咱若看到迄个确诊人数几十万、几十万的时阵，咱台湾呢确诊人数000，逐工咧加0。所以咱看到，所以世界各国拢一直报道来报台湾即个防疫的即个经验，有世界有多个国家嘛来甲咱台湾来合作，
这互台湾呢，互全世界拢看到啊！疫情了后，造成这个 IC 的晶片啊，总足欠的。甚至德国伊若无这个晶片，因都无法说安那，搁生产因的汽车啦。所以全世界拢欠，所以互咱咱国家有一个台积电，台积电嘛真做啥物？咱的护国神山，有世界足侪国家。拢想要甲咱的即个台积电来合作，伫因的国家来设即个 IC 晶圆厂，所以台湾的地位呢，就变成全世界足重要的。咱想袂到一场即个世纪上大的即个灾难甲危机，却变成台湾的一个机会啦。那是咱的国家。咱每一个人，咱拢无法度避免拄着想象袂到遐个意外甲危险。基督徒上重要的，就是咱伫即个危机的后面，咱有来看见上帝为咱所备办迄个稳重的即个机会无？今日经文，咱大家拢非常会识，以述帖的故事。犹太人遭遇到这个空前的大危险的时阵，伊用靠着上帝，互因的失败来变做胜利啦。以色列人用这个普年节来贺这两来纪念这两天来贺这个节期啦。这个普年是啥物意思？跋杯啦。就是抽签的意思啦，都是抽签啦。这抽签是要创啥？这个波斯的这个亚哈随鲁王下面有一个真大真歹的这个哈曼。哈曼呢，伊为着要来消灭整个的犹太民族，所以呢，伊要抽签创啥？来决定犹太人倒一天爱全部死。就是讲抽到迄天呢，伊就要安那发动对犹太人发动攻击，甲所有的犹太人拢甲杀死。所以呢，迄叫做普年啦，抽签来决定即个犹太人要来消灭犹太人的迄天。但伫上帝大溃烂的介入，所以普年节却变成犹太人来脱离对敌，得到平安，互因对这个忧闷变做欢喜，对这个悲伤变做好的一个好的日子。兄弟姊妹，连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拢会遭受到灭族的这个空前的大危险。所以呢，咱每一个人，咱的性命的当中，咱若亲像这个抽签同款，迄个灾难、迄个危险，若亲像随机安尼会选着咱，所以咱拢无法度避免，咱伫人生的旅途当中，咱会拄着灾难、拄着危机。所以呢，基督徒拄着危险灾难的这个机会，无比未信主的人较低啦。所以伫这个疫情内底，咱嘛知基督徒得确诊的机会，嘛未比这个未信主的人较低。这代表啥？这机会拢是同款的，拢甲抽签同款。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拢爱爱谨慎。伫以述帖第3章的12节甲13节，伊安怎讲？伊讲正月13王的书记奉命，照着哈曼的指示，用特省的文字、特民族的语言，行文互王的人生特省的省长。咱知波斯管辖127省，所以这的127省毋是同一个民族，所以因有无共款的语言，有无共款的文字。伫哈曼的这个计谋内底，都是用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个手指甲嵌印伫迄个
迄个公文的面顶，这个公文是要讲啥？都是要伫阿达月13日，甲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对少年、甲老婴仔、妇人人，伫这个阿达月的13日，一日内底拢要甲因杀死，完全消灭，搁抢因的财产啊！所以这个抽出来破年日是阿达月的13日，13日，迄天因全部的犹太人是要用规个消灭掉的。所以咱看到这个空前的危机，那亲像无法度来得到这个啥，得到解决，那无法度来脱离这个厄运啊！以色列人面对这个消灭灭族的这个绝境，伫因看来，那亲像哇去了了啊！对人的气力来讲，完全无解。毋过呢，伫一暝中间，伊就完全来转变。所以伫头拄仔咱思维所读的第9章的22节，伊安怎讲？伊讲哦，这两日是倒两日？就是阿达月的14、15吼，13号迄天伊要发动全部的这个人来攻击犹太人，毋过怎转变吼，变做犹太人伫迄天来消灭所有攻击伊的人，所以14接下来14、15两天，就变做普尼节啦，吼，变成普尔日吼。这是要纪念啥？是犹太人脱离对敌，得到平安的日。迄月是忧闷变做欢喜，悲哀变做快乐的日。因伫遐，因伫这两日，因要来办到庆祝，互相来送礼物，搁真济散车人。一直到即阵，以色列人搁咧过即个普尼日咯，哦，真闹热。恁来看，普尼日的时阵，因会准备礼物来送互厝边；普尼日的时阵，因会来读以斯帖记，哦。当因读到这个哈曼的时阵，因有一个手咧摇迄个物件，摇特别大声，甲哈曼迄两字甲迄个声音甲砍掉，所以足闹热咧，足趣味。恁若有闲吼，恁能去迄个网络面顶看犹太人安怎来这个过这个普尼日。每一个危机的内面，咱看到有上帝的介入，伊会完全的改变。兄弟姊妹，伫每一个危机的内底，是咱大大来扩展的一个机会。每一个危机，拢是上帝互咱对卑微来升悬的一个机会。咱的神，伊要介入咱的每一个生活的战处内底，伫咱的婚姻的内底，伫咱的家庭的内底，伫咱的工作的面顶，伫咱人际关系的面顶，每一个领域，咱上帝拢伫其中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咱来对神有信心啊。其实每一个危机拢是上帝互咱一个足好的记号啦，是咱大大扩张，是对卑微高升的一个机会。会记你这句话：上帝若遮互咱危机，毋是要来教训人，毋是要互咱艰苦，互咱无顺利，是要甲咱提醒迄个机会来啊！什么机会？互咱的性命会用得到大大的扩展，互咱会用对卑微的当中来升悬。法老王对以色列人的迫害，伊下令每一个婴仔、查甫的婴仔生落来拢爱甲杀死。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真残忍、真悲哀的一个迫害。毋过，这是咧讲啥？这什么信号？就是这个信号，就是上帝甲以色列人讲：你应该爱出埃及，你爱去得到迄个我要赐予你迄个应允老年甲蜜的迄个迦南地的时阵已经到啊！是一个信号，恁爱离开迄个做奴隶的迄个身份，恁爱得到头棒，要得到自由的时阵到啊！有当时咱伫错误的危机，嘛是甲咱讲，咱即阵已行毋对路啦，爱安怎？爱反转，爱转回啦。
罗德记内底，拿俄米因为伯利恒饥荒，伊怎去到倒位？摩押地。咱知摩押地是上帝救助的一个所在。你落去即个摩押地，上帝甲你讲，迄是一个救赎的所在，大会得到祝福啦。所以即个罗德去到遐，伊的翁过身去啊，伊的翁死啊，伊两个囝嘛死去啊。伫遐剩两个新妇，这足凄惨的代志。所以用即个危机，上帝咧甲即个拿俄米讲啥？讲伊即阵伫摩押地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啊，所以伊爱安怎修正，伊爱改正伊的即个错误。转去伯利恒的时阵已经到啊。若毋是即个危机，我相信拿俄米会一直搁伫即个上帝所救助的迄个摩押地，搁继续来住落去。伫遐住对伊的性命无啥物好处，所以呢。伊就安那，伫即个危机当中，伊就反转去伯利恒。所以呢，伫伯利恒，路德就拄啊好，拄着波阿斯，就一个足水的一个结局。后来，因生落来囝嘛，成做大笔的祖先啦。所以危机，互咱对错误的路来反转。所以即个。带出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所以当咱伫危机的时阵，咱爱问是毋是我走错路了？我在错误的路上啦。所以上帝会用危机来提醒咱，咱爱登去伯利恒啊，登去上帝所要甲咱备办迄个好的所在。所以当路德登去的时阵，伊讲哦，安那伊的性命本来是苦的，变做甜的啦。所有上帝的好的祝福，拢伫伯利恒伫遐听候伊啊。所以爱离开摩押地。有当时危机的时阵是提醒咱爱离开咱即个错误的路。以色列人，我讲过，每一年拢爱读即个《以斯帖记》，读即卷册，就是要提醒即个犹太人。面对人生上大，就是恁整个的犹太族拢要去用消灭、拢灭族的迄个危机，上帝当有法度来拯救。人生还有啥物代志是上帝无法度来救的？是上帝无法度来解决的。所以真重要，咱若看到当即个以斯帖，即个整个犹太人面对即个危机的时阵，因第一个做出上关键的代志，就是啥？祈祷，祈祷。我今日要甲较侪的即个重点放伫即个祈祷的面顶，特别面对人生即个足迫切的即个危险的时阵，第16节伊安怎讲？即个以斯帖甲无底解讲，你去召集苏珊所有的犹太人，为着我禁食偌久？3暝3日啦吼，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强女嘛要安尼来禁食，然后我要违背法令入去见王，我若着死就死啊！即句话真重要吼，我若着死就死。咱看到以斯帖面对这空前的危机，第一项事是啥？祈祷，都是祈祷。所以呢，基督徒的祈祷是一个改变的过程。我再讲一遍吼，基督徒的祈祷是一个改变的过程。要改变啥？上帝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我这个人，就是祈祷迄个人。通常咱忙是啥？当我祈祷的时阵，上帝就紧来改变所有我伫边仔的即个环境，改变我所有我边仔遮的人，代志就得到解决啦。敢是安尼？所以咱足注意的，就是安怎？当我拄到即个压力的时阵，上帝啊，你甲我压力提了，你甲我环境改变，互我用输呀，代志紧过都无代志啊。毋过上帝讲毋是安尼，上帝讲啥？上帝讲，伊上关心的是你这个人啦，毋是环境。环境是上帝要用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尔。爱记哩，环境是工具，环境是一个工具而已。上帝上帝的就是啥？咱要伫这个危机当中，借着祈祷，咱要安怎来成长？
所以上帝爱咱伫即个危机内底，咱有足大的突破。上帝爱咱伫即个危机的内底，咱要照着祈祷，咱得到改变。兄弟姊妹，上帝甲咱放伫每一个位置，拢有咱的即个功能。华语叫做命定，就是对咱即个生命内底，伊有一个托付，咱爱需要去做啥物代志。伊有一个计划，伊伫即个位置的面顶，伊爱去做啥物代志。所以无论你是做医生，你是做头家，你是做老师，还是甚至你是做一个家庭主妇，上帝甲你放伫迄个位，拢有要托付你要去完成的代志啦。所以咱看到。面对危机的即个搅扰的时阵，咱伫咱迄个位置的面顶，咱有有施力的地方。上帝甲以斯帖放伫王后迄个位置，嘛有伊的命定，嘛有伊的功能。伊的功能就是啥？第13节第14节迄个所在，伊安怎讲？末底改的凡夫人甲以斯帖讲：你毋通想讲，你伫王宫内比其他犹太人较安全啦。你敢毋知上帝今仔日甲你放伫即个位，你为当做王后，兼毋是为着今仔日即个危机嘛？所以当即个灭族的即个大危机来的时阵，哇！以斯帖袂记讲伊家己是王后的，所以这就是咱定。咱拄着极大的危机的时阵，咱的思想、咱的心神、咱的情感，拢会受到真大的冲击。咱的即个失去迄个焦点，咱一直咧看迄个问题啦。咱个问题放大，咱来大，咱来大，然后家己吓惊家己，吓惊甲家己今仔日我是一个王后，我煞袂记哩。所以咧，咱一直失去迄个焦点，看问题，甲问题所带互咱迄个灾难甲打击。当咱一直看这的时阵，咱一定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咱看这问题的时阵，咱就哪来着急，咱的这个生命就会对往下沉沦啦。以斯帖所面对的问题到底是啥？第11节，因为波斯的这个有一个规定，到时上帝若无调紧你的时阵，你会使安尼凊彩去找王无？袂使，无论男女，拢一定爱叫刣死。除非你去看王的时阵，王你来存出迄个啥金的这个管呀，金管，伊才会用啥免死啦。啊，毋过以斯帖讲，打王已经30日久无来调见我。这节你看到以斯帖的问题是啥无？以斯帖的问题就是王必须存出伊的金管，若无安尼我就会我就会死啊！当以斯帖伊看伊的焦点拢伫即个问题时阵，伫个王的金管，伊到底会存出来无？伊若无存出来，我就我死啊！所以伊忽略上帝甲伊放伫即个王后迄个位置，上帝所要互伊带出来迄个影响力啦。所以兄弟姊妹，面对即个危机的时阵，咱来起来祈祷，起来祈祷。伫祈祷的内底，当咱甲上帝咧对话的过程当中，上帝的气力就会成做咱的气力，上帝的光会进入咱的生命内底，都会除去咱生命当中的黑暗。这个黑暗是啥？包括你的这个惊吓、你的生气、你的受伤，互你袂记你今仔日你是一个王后。互你袂记你今仔日你徛伫即个位，上帝要爱你做的代志啊，要爱你伫即个位置的面顶发挥你的影响力啦。所以人伫黑暗当中，搁较歹，就是即个啥，迄个白贼会一直进入咱的心内底啊。即个以斯帖的白贼是啥？即个谎言是啥？
王已经30天无来吊见我，伊是毋是安那？已經無介意我30天咧，我即聲我來去看伊，我啦伊來討厭我就死啊！即個謊言伊就入來啊！結果伊去見王的時陣有無？上帝有嘛？迄個王有伊來伸出迄個金管無？有啊！所以咱一直驚，嘿驚家己。所以迄個黑暗就是安那，咱看到問題，咱來哪大。所以咧，咱来照着祈禱，互上帝的話進入咱的心啦。祈禱就是互咱甲上帝安那對齊啦。當咱甲上帝對齊的時陣，所有的代志就對啊。在祈禱的當中，上帝會互咱的即個意志，互咱的價值觀，互咱的態度，互咱的判斷，甲上帝同款啦。所以這足重要，祈禱會互咱來回復上帝，要互咱佇即個位置面頂，伊對咱的命定啦。所以接著上帝才會安那開始做伊的代志。所以祈禱，咱愛祈禱到什麼程度？祈禱到咱愛超越迄個問題，咱唔通互迄個問題咱來哪大，啊來去行家己。袂使，祈禱愛祈禱到頭，祈禱愛祈禱甲像以斯帖同款，我若着死就死，佇迄個全人的交託啊！有當時咱都無祈禱到安尼咧，咱足驚死嘅。咱是毋是已經有親像以斯帖同款？咱祈禱我若着死就死，迄個完全交託互上帝迄個程度啦。我甲你講，都是算講咱愛死，上帝嘛有伊的路用，嘛有伊的利益啦。所以咱是毋是愛做到即個程度？參與耶穌基督佇迄個客西馬尼園，伊咧祈禱的時陣，照你的意思。若是有機會，你甲我即個3箍杯來摕去。毋過咧，若是祈禱到尾啊，伊講啊，我若着死就死啊。所以上帝用即個耶穌基督的死，來安那完成真大的救贖的計劃啊！過來，當咱的祈禱了後，上帝會備辦這個翻轉的一個環境。以色列人3天祈禱了後，有一項事發生啊！什麼代志？伊講哦，迄暝王困袂去，就叫人摕伊在任的時陣的即個所有的即個記錄啦，吼，讀互伊聽啦。啊，冊內底就有記講，王過問的太監有2個人，伊計謀要來殺即個殺害即個亞哈隨魯王。啊，即個目的該對王來報告即項事啦。所以看到大家拄好，祈禱了後，明仔載就要去見王啊。啊，迄個下暗時啊，即個王困袂去，用做足個代志，你知無？無一定愛看冊，你知無？毋過你即時伊毋知對條緊毋着，可能是上帝互伊條緊毋着。伊就安那叫人摕冊來讀互伊聽，你會知哦。頂屆的冊吼，毋是親像 iPad 安尼幾啊10本的冊，攏佇 iPad 面頂，毋是誒。足濟冊的其中摕一本出來，顯着啥？即個拄啊好有2個太監要來殺害即個亞哈隨魯，都拄啊顯着即項事啦。所以咱看到即個當因一面咧祈禱的時陣，上帝就咧備辦拄啊好顯着迄項代志。所以祈禱甲正遇到吼，迄個和合本講說正遇到3天3夜的禱告以後，上帝就預備那個正遇到的那個環境啦，都來改變啦。啊，然後上帝迄個亞哈隨魯王就問邊個講：啊，我剛有來互即個無得解，因為這項事來得到榮耀，還是來獎賞他無？偏偏這項代志有獎賞無？無獎賞，無甲獎勵啦，啊，所以呢，這個亞哈隨魯王就安那，就對這個無得解印象甲非常的好。
非常的深啦。所以然后呢，这个假日这个以斯帖去看去见这个亚哈随鲁王的时阵，有伸出这个金块无？有啊。然后伊安怎甲这个以斯帖讲？伊讲以斯帖啊，王后以斯帖，你爱啥物我会互你，你要求啥物都是王国的一半，我嘛要互你。这句话讲两遍。第一遍就是伊伸出金块，看到以斯帖的时阵，甲讲这句话。然后这个以斯帖甲讲：王啊，我无你求啥物，你甲这个啥，你的这个大，这个啥人参，这个哈曼带来，我来请恁食饭。第二次看到的时阵，就是这节第7章的第2节，伊讲伊第二遍甲讲：王后啊，以斯帖，你爱啥物，我会互你；你要求啥物，就是王国的一半，我嘛会互你。然后以斯帖安怎来回答亚哈随鲁王？伊讲因为我唔敢求这个啥，你甲国互我一半啦，我真卑微的就求你啦。我即阵连我的性命拢已经无法度存留啊！我整个的犹太的民族拢要互杀死啊！这个以斯帖这个亚哈随鲁王安怎讲？伊讲啥物人遐大胆敢做这个代志？伊讲就即个哈曼伫你边迄个哈曼即个王听到哈曼，伊结果讲你互我冷静一下，我去边仔花园洗洗，我才阁转来。即个哈曼就听到讲即个王后以斯帖就甲讲即个歹人就是伊啦，惊到要死，就拍伫以斯帖的即个啥，伊咧坐即个边仔啦。王拄啊好转来的时阵，看到这亚哈王拍伫这个以斯帖边啊，搁较生气，啥啦？我找你进宫，你是要来侮辱我王后的呀？所以足生气的。即阵人若衰的时阵边啊绝对有小人。搁一个太监落井下石，伊安怎讲？伊讲王你毋知？哈曼伫因兜搁徛一个22公尺悬的叉架啊，要安怎来吊死解救你迄个末底改？王即阵气到要死，然后呢，王讲甲哈曼吊伫迄顶面啦，吊伫倒位？伊为着末底改，伊要来杀死末底改会起的迄个叉架面顶，因全家伙拢叫用吊死伫遐。所以呢，然后呢，这个王将这个末底改所有的财产拢交予以斯帖，把迄个手指交予这个末底改来代替哈曼的这个位。哈曼摕到这个了后，伊紧紧就用王的这个命令来发诏书来讲迄个亚达月13日迄天，所有亚哈随鲁王的管辖的127省。犹太人，你爱起来保护家己的性命。当有人要来攻击你的时阵，你就爱你来你爱甲征服，你来来消灭，要攻击你遐的军队啦。所以咱看到，本来是亚达月13月迄个抽签出来，迄个破年日是应该犹太人爱死的日子，即阵变做啥？因对死。要得到拯救的日子，所以咱看到这个了后14日、15日，因就爱来合做破年节，来纪念这个犹太人来脱离对敌，来享受平安，对忧闷变做欢喜，对悲伤变做好的一个日子啊！咱看到圣经内底充满着这款的逆转的故事啦。上帝互无法度生这个怀孕的人有法度生囝。当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的时阵，因将这个以色列人救离出埃及，来脱离世界上强大的迄个国家，因来改变因的性命。本来是一个奴隶，互因得到自由啦。圣经有足侪人物，咱看到亲像雅各、约瑟、大卫、彼得，因一个失败了后，因为上帝互因的性命变做啥？变做胜利啊！检查恁讲
牧师，我信上帝信遐久，也无这个经历咧。检查有足侪人，佫想讲啊，我真诶是可能是吼，亲像咧抽签共款，迄个歹运拢伫我身躯边。我一世人无法度脱离迄个歹运呢。我生活哪来哪害？我完全看袂到上帝伫我生命内底，伊来拯救我。上帝到底伫倒位？以斯帖的故事是一个更较大拯救故事内底的一部分尔。上帝其实拢已经来改变咱的生命，他已经逆转我们的生命了。对2000多年前，这个耶稣基督降生伫这个世界，然后伊慢慢行迄个十字架，钉死伫十字架的时阵，咱的生命就已经得到改变啦。咱原本是一个爱落地狱的，因为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咱已经被逆转。咱有一天，咱爱咱去到这个天堂迄个所在。咱本来是会死的一个生命，咱变做一个得到永远活的生命。所以，咱已经得到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极大的迄个逆转啦。所以，这个以斯帖内底上奇妙的，就是整个的以斯帖内底看无上帝讲一句话，上帝完全无出现伫这个以斯帖的内底。所以，伫遮咱会感觉讲，咱的生命内底，咱亲像上帝无对我讲一句话，亲像上帝无无甲我三脚地地。所以我生命足无快乐的。我离上帝足远的，上帝是毋是已经无听我？所以我今仔日我才会遐尼凄惨啦。兄弟姊妹，我甲你讲，上帝2000多年前已经赐予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拢有一个普尼节啦。咱已经反败为胜啦，咱已经被逆转啦。上帝无疼惜伊家己的囝，将耶稣基督赐予咱，伊兼无欢喜，将万项事拢赐予咱嘛。检查咱即阵看袂到上帝的作为，咱嘛毋知谁啊，咱生命当中会拄着遮的困难、挫折、遮的危机啊。但是咱要相信，上帝已经赐予咱，咱只要愿意将咱的生命，搁在这边交托予伊，即个。9章22节，咱过来读用华语来读一遍。以这2日为犹太人摆脱仇敌、得享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我讲，咱生命交托给上帝的时阵，咱每一天拢是得享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欢喜的日。咱三个来祈祷。上帝，阮感谢你，照着以斯帖。你阁互阮看到你对阮心上迄恩典是遐尼大，主，阮定定袂记你，主，你伫阮心上已经完成迄个救恩，阮阁活伫迄个凄惨困境即个忧郁的内底，主，阮恳求你赐互阮属灵的眼光，看到阮的生命内底，因为有主耶稣甲阮三脚伫地，阮每一工拢是欢喜的日，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张牧师的勉励。三甲来吟信诗，应答上帝的话。信诗第570首，主上帝，我坚固招盼。请咱三甲徛起来。
下面请咱准备今日的奉献，拜托陈宝师执事甲戴仁宽执事。奉献感谢的诗歌，请咱稍甲徛起来去。遮济消息的报告，记载伫个周报的第3版。教会消息，第一项，今日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礼拜后，请大家留落来，互相的交谊请安。今日张牧师前往永和的福和教会正道。第二，主日后的教员会议。今日中昼12点，伫个4楼召开，请主日的老师留落来开会。第三，下主日感恩节联合礼拜，甲咱做伙迄个翕相大合照。下主日11月20，咱庆祝感恩节第一场的礼拜要暂停一解。联合礼拜中间要颁发奖学金，而且有团契。会长的保就任，礼拜后要伫个礼拜天，咱全教会要做伙合照、大合照，要翕相，诚做迄个70周年，明年70周年特刊的纪念，请大家会当排除万难拨时间留落来遮做伙翕相。像是各团契各团契嘛有各团契的翕相的时间。记载伫个周报即个顶头，即个所在，请各团契家己注意来看。翕相迄天，看各团契当家己来决定讲，譬如讲要虾米款的，穿虾米款的衫甚至有道具等等但是要拜托迄个拜六拜六就是礼拜前一天拜六进前甲迄个。咱即届翕相的芙蓉旗姐妹来通知看各团契恁要伫什么所在集合，请伊来甲恁翕相安尼。因为即个拢接续一个接一个所以要拜托各团契通照即个时间提早来准备完成第四，少年团契例会下主日要伫个地下室来召开，请少年团契兄弟来参加。第五，手抄圣经的活动，咱嘛是纪念咱70周年的一个活动。咱即马刚剩16分资料要来请会友会当继续来认领要参加的人请礼拜
徐玉兰姐甲陈小文执事来报名，来领这个资料吼。啊，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参与。第六，咱旧的铁柜啊吼，甲这个书籍要出清吼。咱知影咱伫迄个地下室吼，地下室较瓦内底遐有迄个铁柜啊，伫咧6楼，咱教会6楼嘛有诚侪迄个图书吼，包括迄个规套的百科全书，甲诚侪关于着圣经释义甲属灵的书籍，这拢要提供互咱会友通来提互老需要哦，而且甲干事报备一下。咱会上直接去地下1楼看迄铁柜啊，册部分有一部分已经摕来1楼遮，咱会当直接伫1楼，还是你要去你6楼来看拢会使吼。这是这个铁柜啊吼，有一寡这个册的部分吼，且咱若有需要无客气来甲干事报备一下，会当摕转去安尼。团契消息，圣歌队今日礼拜后游玩，要加班要准备圣诞节的练唱吼，伫咧5楼，欢迎大家来参加。第二，少年团契今日11点左右吼，因为前往6度空间雷射室内运动会馆吼，然后兴趣的兄弟当辅导梁家宏执事甲恩慈姐来联络。告解消息，咱恭喜张牧师吼，伫咧10月31日台湾新学院校友会中间吼受选台城第63届校友会总会会长吼，咱恭喜张牧师。第二，裘海镇的音乐见证会吼，伫咧11月27号的礼拜下晡2点要照咱本堂来庆祝破坏手语教会哦，设教30周年，有请裘海镇来筹备一个音乐的见证会吼。因为咱要准备地点吼，请妇女团契陈秀玲会长来登记参加的人数，感谢。下面大多的事项甲后壁奉献的名词经验，请兄弟家己来过目。然后，什么重大的所在，请办公室来跟进。参加来迎上营信息390首，乌鲁提白望福本源，请三高徛起来吟诗煞，请将无事接到。乌鲁提白望福本源，愿灵结大仁爱垂传，乌鲁耶稣小我最欢，最我中国将你万光，乌鲁信心感化最仁，受属灵的恩惠日新，乌鲁天北心行心心，三位一体，齐心齐心。阿门。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读、圣神的相通甲恁种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闭。